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名求，阿们。下救恩的种子，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，身体里是软弱的心变得刚强，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。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，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。献上心上自己，直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，你必垂听。准备好的心来一起来敬拜他，也为还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们的准备好的心来一起敬拜，也求你让还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所有服侍同工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我们也为教会推行各项事工祷告，为教会的牧者、长职、同工、领袖祷告，
也为教会各牧区小组团契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接下来，我们也为教会的青少年事工祷告，也为教会的儿童事工祷告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将我们的祷告献上在你的手中，你会聆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名求，阿们。为教会中软弱的肢体祷告，也为台南登革热的疫情祷告，求主减缓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将一切的需要都摆脱在你的脚下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多的接近你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名求，阿们。你必垂听。
请弟兄姐妹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。慈爱双手。
看顾这地，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。我们将所有荣耀归于你，哈利路亚。